水啊！哇 ，Waterbomb 香港站好期待啊！吓？咩話？全部都係假 AI 嚟嘅？等咗咁耐嘅 Waterbomb 2025又嚟到香港站啦，但係最後出現超前部署，未打風就取消，點解會咁㗎？唔使急，本台收到獨家消息，即刻聽下知情人士點講先。Waterbomb 呢壇嘢啊，簡直係大型雞棚嚟啊！據我所知呢，因為上年 Waterbomb 就搞得好差，所以呢，韓國嗰邊就決定今次親自自己搞。首先呢場 show 其實有兩邊嘅投資者嘅，一邊呢就係本地嘅投資方，另一邊呢就係韓國主辦，理應係兩邊出一半錢去搞呢場 show。而據我所知呢，本地嘅投資者呢係出咗錢嘅，但係韓國嗰邊就冇啊。喺韓國冇出錢嘅情況下，佢哋仲將啲韓星 mark up 到好貴，根本就已經 cap 上 cap。好多人今次個陣容其實都係韓國嗰邊揀，但唔夠錢，韓國嘅 cast 個量都唔夠撐晒成個場，所以本地投資方仲要再揾其他星放落呢個 show 度，所以先會見到點解明明係一個韓國活動，但係咁多唔係韓國嘅明星，咁呢個陣容又點會有人買飛啊？我所知呢，今場 Waterbomb 最多就淨係賣到6-7千張飛，不過使咗嘅錢就打爆成個中環嘅場都唔會回到本㗎啦。以往賣唔到飛，都仲有啲方法補救嘅。本身呢啲 show 都有 after party， 透過有人買 after party 嘅錢去補救個活動。例如好似上年咁 ，Waterbomb 完咗 show 之後係會有個 after party 去某啲地方，再繼續聽 Waterbomb 嗰啲 DJ 打碟。咁呢個第三方就可以透過 after party 賣台嘅錢去填補翻場 show 嘅錢，但問題今年呢個第三方完全冇經驗，根本做唔到支援，都係其中一個理由令到今場嘅 show 搞唔成。而呢班人係同今年3月搞唔成 show 係同一班人嚟嘅。其實你話打風係咪咁大影響呢？我本人就唔認為咯，根本就係蝕到入肉。而我所知就係有人係未收到錢嘅。你諗下，例如飲食嘅商戶，佢哋準備好晒啲嘢，但係仲有冇人俾錢佢哋？你諗下咯，其他 show 打風會唔會 delete？ 梗係新有事先 delete 啦。我個人就唔覺得近期仲有機會搞得翻場 show。為咗求證呢個知情人士嘅講法，本台都聯絡咗本地資深活動策劃人 Charlie Chan。歸根究底咧，就係因為主辦方或者投資方都需要止蝕啊。好多方面就係認為可能假日啦，中秋就係吉日，但係其實好多大部分嘅香港人或者去咗旅行啦，咁場地大細嘅選擇失誤啦，場嘅人數又唔係咁多，變咗製作嘅成本又高咗，可能一啲 artist 上嘅選陣容嘅錯誤啦，咁即係可能有啲 artist 已經嚟過近排去過澳門啊、香港都唔少次啦，咁但係可能都再去擺落Waterbomb 呢個城市嘅時候，咁變相可能之前買咗飛嘅朋友都唔會去嚟啦，或者買唔到飛，咁就會找唔到數。咁啱神來之筆又打風喎，點解香港每個 festival 都會蝕錢呢？咁大家都明，可能啲星唱30分鐘咁就完㗎啦。咁不如其實加埋張飛個錢，咁譬如我機票酒店飛過去國家睇，知道佢最落力，咁我仲開心啦。踢拉踢盡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，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